祝大家新一周愉快！我哋兄弟姊妹，以色列嘅市民，今朝我哋以色列同美國一齊展開咗一個聯合行動，要消除伊朗神權政權對以色列構成嘅生存威脅。我今朝同大家講過，呢個關鍵行動會持續到需要為止，而家都要有耐性。我要多謝我哋朋友特朗普總統。佢有歷史性嘅領導力，佢係一個講得出、做得到嘅領袖。我今朝再同佢傾個電話，我都好感激我哋之間緊密嘅合作。呢個合作令以色列同美國之間嘅同盟去到史無前例嘅高峰。呢個同盟呢，係和平之盟，亦都係戰爭之盟。而呢場戰爭會帶嚟和平，真正嘅和平。47年嘅阿圖拉政權呢，一直高呼以色列去死，美國去死。佢哋流咗我哋嘅血，殺咗好多美國人，仲屠殺自己嘅人民。而家大家都明白晒，絕對唔可以俾呢個恐怖殺人政權擁有核武，令佢有能力威脅我哋嘅生存，甚至威脅全人類嘅和平。我哋出嚟打呢場仗呢，就係要徹底改變呢個狀況，終結呢個威脅。喺復興戰爭嘅第二日，我同大家承諾過，我哋會改變中東嘅面貌。我哋喺全國一心之下做過呢啲事，而家喺咆哮之城行動入邊，我哋做得更加堅決。今朝我哋發動咗一次強大嘅突襲。喺德黑蘭市中心摧毀咗哈梅內伊個暴君嘅設施，30幾年嘅呢個殘暴嘅暴君將恐怖主義輸出到全世界，連累咗自己嘅人民。佢一直都冇停過，日日夜夜咁策劃住要消滅以色列嘅計劃。而家呢個計劃已經唔存在，好多跡象都顯示連呢個暴君都唔再存在。今朝我哋已經消滅咗阿圖拉政權入邊嘅高層、革命衛隊指揮官、核計劃高層，我哋會繼續落去。未來幾日，我哋會打擊成千上萬個恐怖政權嘅目標。我哋會為勇敢嘅伊朗人民創造條件，等你哋可以擺脫暴政嘅枷鎖，自己解放自己。所以我再次呼籲你哋伊朗市民，唔好錯過呢個機會。呢個係一生人一次嘅機會，唔好坐喺度咩都唔做，因為好快就到你哋嘅時刻，到時你哋要一齊走出嚟上街，走出嚟上街，完成呢件事，推翻令你哋生活痛苦嘅恐怖政權。你冇乜痛苦同犧牲唔會白費，你哋一直渴望佢幫助，依家已經睇到幫助已經嚟到，而家就係時候。你哋要一齊團結，完成呢個歷史性任務。伊朗公民包括波斯人、庫爾德人、阿塞拜疆人、阿拉伯人同俾路支人，依家就係你嘅團結一齊推翻政權、保障自己未來嘅時候。親愛嘅以色列公民，喺成個反抗戰爭期間，我一直都從你嘅堅強嘅態度入邊攞到好多力量。你哋睇跌入絕望同沮喪嘅陷阱，相反，你哋抬起頭，支持咗我哋英勇嘅戰士，支持咗政府，亦都支持咗我，等我可以帶領呢場為生存而戰嘅鬥爭。正正就係咁樣，一個熱愛生命、充滿勇氣嘅民族就應該冇做。未來幾日都一樣，我哋一齊都要保持同樣堅定嘅態度，同樣鐵一般嘅紀律。嚴格遵守國防指揮部嘅指示。親愛嘅以色列市民，今日係猶太利亞達月11日，呢個日子好有象徵意義。喺呢一日，106年前，民族英雄約瑟夫特魯姆普爾多爾嘅特爾海戰役中犧牲。佢嘅遺產同英勇精神一直激勵住我哋。喺加利利指尖山頂，為咗紀念佢同埋戰友犧牲，立咗一座獅子雕像。我人生中去過嗰度好多次。
每次望住嗰座雕像，我都會諗起你嘅，諗起我哋，諗起以色列人民，靠住上天幫助，我哋士兵、飛行員同市民嘅獅子咆哮聲，而家全世界都聽到，而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清楚，全世界都知道以色列民族仲喺度。關於未來嘅一切，我哋先講下戰爭呢個主題。其中一件重要嘅事係喺2026年3月15號之後，我哋將要面對一啲非常非常嚴重嘅問題。喺呢個世界上，政治行動可能會成為戰爭嘅前奏。納迪葉話，一個大帝國嘅統治者會威脅並囚禁細小國家或者領導人，甚至係殺害其他領導人。而預言話甚至可能會殺害領導人。我預測呢件事將會發生。2026年即將發生嘅事係直接針對伊朗領導人嘅打擊。我預測呢 Trump 會轟炸議會大樓，佢會直接打擊伊朗嘅領導層，唔係美國發動全面軍事入侵或者地面部隊進駐，而係一次非常精準嘅打擊。所以預言係話嗰個係一個非常關鍵嘅時刻，槍殺或者炸死領導人，呢啲事可能會發生。嗰段時間呢，似乎呢係會有更多嘅戰爭發生。4月15號到11月15號之間呢段時間，自然災害嚟講會好危險，特別係會出現某種氣體雲。與此同時，戰爭亦都喺地平線上醞釀緊。呢件事發生嘅全球戰爭局勢日益緊張嘅時候，入邊似乎暗示緊會有一場自然災害，好似呢個氣體雲咁。表面睇落係氣體雲，但係其實係呢場間接戰爭嘅一部分。神預測會有毒氣雲同埋海峽，會引起世界恐慌。我而家要揭示嘅其中一個係，成個國家都會受到由東北吹毒氣雲威脅。正如我之前所講，我覺得日本會擁有核武器同核防禦，而日本因為地區局勢又不得不咁做。印度南部會有一場巨大海嘯，呢個係壞消息，或者可能有一啲外星人被囚禁喺嗰度。而家講到2026年會得出1號，1號就係代表太陽，對好多人嚟講都覺得好沉重，全球都係咁，呢種感覺好普遍。火星代表好多流血，成日都見到血、紅色，仲有好多火。去到2026年，太陽能量會變得更加支持同有建設性。也想預測下，我覺得中國領導層會有變動。2026年就係馬年，馬嘅能量，太陽能量係一種陽性能量，佢好穩定、忠誠、有持續力。太陽就會揭示出應該要見到或者必須要見到佢哋。如果想知道未來係點，快啲訂閱深深解碼觀察室啦！